要找到这个影片专辑目录，可以把这个紧致的关键字词贴到那个 YouTube 频道的社群贴文哦，然后发布以后点按超连结就可以连到那个相关的影片哦。影片目录有很多哦。先进点按右下角媒体库，按右上角自己频道的标志，然后进入选你的频道，然后社群底下有发现了吗？社群贴文啊，建立贴文，你看你关键字是前面有加井字哈，发布按发布以后，点按超连结，哦，你看找我理由，你看，哦，影片有290万了。你看跟旅游有关的影片的目录就这么多了。哦，还有各国的呢，英文的以外，还有那个好像是柬埔寨的文字，就是世界各地的旅游观光美景，你看都可以透过这个 YouTube 频道的社群贴文来找，很快就连接找到了。